這慶祝母親節，真濟人攏會去買剪龍仔花。全台灣上大的產地就佇中華的店尾，也毋過因為舊年是做大水，所以剪龍仔花今年產量是減四成。農民當咧無閒整理產區內底剪龍仔花花園，閣無3禮拜就是母親節，袂少人攏會買剪龍仔花送阿母。但是農民表示，因為舊年7、8月風颱加做大水的影響，剪龍仔花母頭上甲真節力，真濟攏種無起來。今年產量減少4成。母頭去互浸水浸死，所以今年量就足少的。尤其咱中南部這邊較大，大攏浸足嚴重的。我逐回咧種是攏差不多7、8分左右啦，今年剩3分外爾，總賣的真多。參尾農會表示，參尾鄉剪龍仔花的栽種面積大約是25公頃，佔全國總面積的9成，是全台灣上大的剪龍仔花產地。今年雖講產量有較少，但是花的品質好。目前市場拍賣價數一支大約7、8塊左右，農會銷售平台小賣價數一支20至30塊，價數也算穩定。那無漲有受損哈，所以我們的今年的產量會比較少。今賣價數來個7、8塊一支哦。今年阮收的量甲今啊，阮接的單已經超過10萬了，量能大概在20萬隻啊。5月第2個禮拜日就是母親節，農會表示，愈外節日剪龍仔花價數會愈貴，民眾會當量早注文，用在地花蕊來表達對阿母的心意，嘛支持台灣的農民。記者楊淑靜，中華報道。